Hello，又係我肥魚啊！最近咧有個做保險嘅同事啦，咁啊出咗條視頻，就話咧買基金好過買樓。你真的假的？咁佢條數係咁計嘅，佢話咧買層樓咧要200幾萬，咁然之後咧供30年咧，連埋利息嘅支出咧就要300幾萬。咁如果租層樓咧30年咧嘅支出咧係140幾萬，咁然之後多出嚟嘅150萬咧就攞嚟投資，咁然之後每年6% 回報率咧就可以咧投資變咗900幾萬。我當堂嚇咗一跳，然之後得笑。嗱，咁要實現呢一個目標咧，首先你要有4個假設。第一，你要假設層樓唔會升值。第二，你要假設呢30年嗰個租金咧都唔會上升。第三，你要投資達到6% 回報率咧，懂得的人都懂啦，有投資過基金嘅你去問佢啦。重點嚟啦！咁你都要有150萬嘅現金，你先可以將佢投資變到900幾萬噶，先唔好理啲900幾萬點樣計先啦，好冇？咁其實咧，買樓定係租樓咧，最緊要就係睇下你個租金吸唔吸爬到你嘅利息。咁如果供樓嘅利息嘅支出咧，係低過租金支出咧，理論上多出嚟嗰個部分可以當做收益嘅。咁但係仲可唔可以因為呢個數而買樓咧？咁啊當然唔可以啦。你這不是廢話嗎？因為仲有機會成本噶嘛。對於長期持有嘅利益，持有物業嘅利益，會唔會比其他嘅投資更高咧？咁因為物業嘅利息係會隨住時間遞減，租金亦都會因為通貨膨脹而上升或者降低，所以一般人咧唔係好識得計呢條數，從而同其他嘅投資作出對比嘅。明白。至於點樣計我，你係咪想學啫？想學出聲咯，我咪教你咯。拜拜。